新竹合作财团2018年财团法人法修法了后，就宣布解散。财团原地的土地加房地产现金是拢总超过20亿，全部拢向予新竹市政府来管理。其中市区内也有一栋10楼高的大楼，要规划做艺文团体的使用空间，外界嘛拢真期待。开工顺利，工程圆满。新竹市文化局拜五举办合作大楼艺文空间改造工程的开工典礼，由安顺甲1楼的空间改造艺术空间，提供艺术界使用，外界拢真期待。能够规划出很好的展览跟展演，让大家都能够充分的去享受这种艺文的气息。这伫新竹市中心的合作大楼，过去是由国民党把持，即马财产归新竹市政府管理。另外，大楼7、8楼会提供予少年人使用，用来做创业创造空间，支持青年多元发展。新竹市府指出，合作财团过去接管日本时代的土地甲人民团体的财产，后来完成解散甲清算。财团名下有24笔土地、大楼掺现金，全部加起来超过20亿。为着进一步落实转型正义，希望透过这摆大楼改造来开放予全民使用。其实，在过往呢，在党国时代的时候呢，它都是否救国团或者是其他单位使用。在这里闲置空间也闲置很久了，我们新竹市民都非常期待它未来能够活化。一些过去让这个空间主要是一些公共财产应该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真正的回到我们市民大众手中哦。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转型正义的一种示范的方式之一哦。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在市府接手这样的一个空间以后，能够有效的利用它哦，能够让市民大众能够走进这个空间。市府讲合作财团解散了后，现金的部分已经入市库，其他不动产甲土地的部分，市府会继续规划来开放予民众使用，发挥后续资产活化的效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